今日係8月15日，距離043跟 Pra 嘅渣古活動只係得返15日。我嘅目標係要喺活動當日中午12點之前上載到呢條影片，計埋剪片、寫稿、錄音同埋做歌呢堆後期工作，我大概要用7日嘅時間。咁即係話我只係得返8日去完成呢隻舊渣古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開始渣古簡單玩。一直以嚟我都係中意 MX-05 舊渣古多過 MX-06 渣古2，所以如果要我揀一隻渣古去參加活動，我一定會揀呢一隻 MX-05 舊渣古。今次我手上嘅 GTO 版舊渣古，身形比例同造型確實比好多年前嘅 HG 好好多。不過就我角度嚟睇，作為史上第一款量產型 MS， 佢身上嘅布線同細節實在太過豐富，太過現代化，咁樣反而失去咗佢本來應有復古同老土嘅味道。所以我今次計劃將佢全身嘅布線全部填翻平，啲三尖八角嘅細節一係磨走佢，一係就補咗佢。首先，渣古2同舊渣古嘅手腳造型上非常之接近，基本上直接互換，對原造型嘅影響非常之少。兩款渣古腳上面最大嘅分別就係渣古2喺大腿同小腿上面加上咗動力連接口，而舊渣古係冇動力口嘅。喺我個計劃之中，大腿嘅呢個部分我會將呢條機械線取消咗佢，令到佢嘅造型更加復古。所以第一件事就要諗下點樣將佢分件啦。呢隻大腿主要由呢4支樁固定，如果冇咗下邊嗰2個榫位，咁條大腿骨就可以直接由下邊插返上去。首先用剪鉗、戒刀或者利排牙將下邊近住膝頭哥前後2支樁剪走，跟住就再將外較下邊嗰2個榫位剪走。有時如果個榫位太貼邊，或者把剪鉗唔可以打平咁剪走佢嘅時候，我就會打直把剪喺個榫位度剪一個米字形，跟住就可以細細力好輕易咁將個筍位用剪鉗撳爛佢，再一粒一粒咁拎佢哋出嚟。剪好晒左右2隻腳4個樁位之後，跟住就係將上面2個筍位剪走少於一半。剪少於一半嘅意義在於我做好晒之後，可以就咁將條樁扣返上去，好似咁。兩邊做好之後，就試下係咪好似想像一樣，可以就咁插返條大腿骨入去啦。正如你見到嘅一樣，個入口比2支樁細，咁我就將前後2條樁各剪走1mm， 再插返入去試下到底插唔插得入去啦。剪咗各1mm 就成功入得返去，同成功扣返落個筍位度。之後我就用白蓋膠水搽勻兩邊，將隻腳貼死。腳嘅一邊係有個動力喉嘅窿喺度，唔使驚，我一陣就會解決佢。除咗大腿有個動力喉嘅窿之外，小腿隻腳瓜啷都有2個窿。首先打開個腳瓜啷，剪塊差唔多大細嘅膠板出嚟。由於個窿係有弧度嘅，所以唔需要用太厚嘅膠板。平時嗰啲買咗返嚟又唔係好用嘅0.3就 fit 晒啦。先放好塊膠板，確定係遮到個窿嘅，再用6蓋膠水喺膠板邊滲入去，用尖嘴鉗輕輕力咁壓實佢。做完之後有少少漏窿或者塊膠片裂咗係唔緊要嘅。呢片膠片嘅主要用途只係封住個底，等我之後要填入去嘅嘢唔會唔知跌咗去邊。封好咗個腳瓜啷，就封埋個大腿啦，都係同樣剪一塊差唔多嘅膠片出嚟，用尖嘴鉗慢慢伸入去放好，壓實貼好。上下2節都做好晒啦，再之後我就用咗流動性比較高嘅 UV 布套，沿住條邊擠一個圈，跟住就照 UV 燈固化佢。咁而家上面填乜都唔會喺下邊走返出嚟啦。搞掂晒之後就拎罐生化武器出嚟啦。呢隻德國出嘅原子灰氣味獨特，保證一經打開氣味就會殘留喺房入邊久久不散。先將適量嘅原子灰筆出嚟，再加入佢隨罐附送嘅呢支固化劑。記得唔使加太多，加少少就夠。落完固化劑之後，就攪勻佢哋，再將攪勻咗嘅花生醬筆落你要填補嘅位置上邊。記得填嘅時候要小心，唔好俾空氣留咗喺入邊。好似搽花生醬咁，將個窿搽滿晒之後，
就可以搽另一個窿啦。搽完仲有剩嘅，就順手將其他要填嘅窿全部一次過填晒佢。搽得太多唔緊要，放低大約15分鐘，等佢半乾嘅時候，就可以用筆刀一刀一刀，好似凌遲咁，將多餘嘅原子灰批走。記得批嘅時候要小心啲，千祈冇批入肉，不論係模型定係你隻手。批到七七八八就可以等佢乾透，再進行打磨。原子灰完全乾透大約需要1至2個鐘，但係我多數都會放過夜先磨，一來可以等入邊個芯保證一次乾透，避免咗未乾透就打磨，磨完噴灰先發覺補咗上去嘅地方縮咗水。二來做到呢度都係時候要休息啦。放咗一晚，瞓咗個靚覺，係時候幫尋晚補咗原子灰嘅地方磨翻靚佢啦。打磨原子灰有一個特別要注意嘅地方，就係磨嘅時候灰塵會非常之大。原子灰打磨出嚟嘅粉塵特別細，好容易會飛到一屋都係。唔想你親愛嘅家人同主子做咗吸塵機，咁就要諗下點樣防止將屋企變咗做地盤啦。120、240、400咁磨完之後，可以再用3mm 嘅 Ultra Fine 磨一磨個表面，等個表面可以再滑少少。磨到覺得足夠平滑之後，就可以噴一次灰，睇一睇自己磨得靚唔靚，合唔合格。好似呢度有少少凹咗，呢度又有條罅喎，咁我哋就可以再補過，再磨過，直到滿意為止。除咗2隻腳之外，我會作出修改嘅，仲有佢個心口。呢2個好似排氣口嘅造型，我都會將佢磨走，而旁邊嘅窿窿亦都會填咗佢。首先將個排氣口突出嘅部分磨走，磨走之後發覺窿窿個底原來係仲有一級嘅，所以點解你啱啱見到我喺個心口就搽滿咗花生醬啦？喺身體嘅上方，即係膊頭呢個位，有個比較複雜嘅造型。呢個造型都唔係好合乎我今次嘅 concept，所以我都會鏟走佢，同埋補翻呢4個方形嘅位置。首先剪走上面嗰4個正方形，用咩工具剪都冇所謂嘅，但係就千祈唔好用單人剪去剪。你見到我咁勇敢，只不過我係貪順手先會拎把神手嚟剪。屋企嘅小朋友千祈唔好學啦。磨平咗4粒的，我哋就開始玩膠板啦。先準備1mm 嘅膠板少量，切到合適嘅大細。再用膠水塗一塗兩邊，將啱啱準備好嘅膠片接上去。接上去之後，再落少少膠水流入2條罅隙入邊，等膠水可以將2條邊溶埋一齊。再用少少力壓一壓。最後喺膠水未乾透之前，係可以有少少膠板微調修正空間嘅。當完成咗，就可以等膠水乾透再打磨啦。打磨好之後，一樣係噴灰 check 下件，睇下有冇邊啲位做得唔好、唔平、唔靚。有嘅話就再翻手磨過補過，直到滿意為止。除咗腳同身之外，呢隻 GTO 嘅身同隻渣古2嘅手兩邊都係乸位嚟嘅，就咁係唔可以將佢哋拼埋嘅。所以我就將舊渣古手上邊嗰個波位剪咗出嚟，再揾條3mm 嘅流道結合，先喺兩邊都打個1.1mm 嘅窿，再用1mm 嘅銅枝點少少 N97插入兩邊。再將多餘嘅銅枝剪走。大約度好個窿嘅長度，就將個波再插返入去隻手度。好簡單，就完成咗關節嘅改造。另外呢個圓形肩甲係需要改造嘅。原本嘅 MS06 渣古2肩甲係帶有尖刺造型嘅，但係舊渣古就冇，咁我就唯有剪走晒佢啲刺，自己填翻完佢。
首先剪走咗中間嘅尖刺，剪完之後先用砂紙收平少少個邊位，磨到咁上下就可以補返個窿，同埋填返前後兩個原本放尖刺嘅地方。呢個位置我揀咗一隻高狀嘅 UV 補土嚟試試，到底現代嘅 UV 補土好用啲，定係老土嘅原子灰好用啲呢？首先一打開個蓋，分別就已經好大啦。呢隻 UV 補土嘅氣味比原子灰低好多，唔需要加固化劑，亦冇操作時間限制。玩到夠皮嘅時候，只要照一照 UV 燈就可以打磨，唔使等佢乾，唔使估佢乾唔乾。不過大部分 UV 補土嘅乾固厚度都係2mm 左右，唔可以一次補太厚，要少少咁補上去固化，再補上去再固化。另外，由於固化過程分開咗幾次，層與層之間雖然唔會分層，但係都難免會有空氣留咗喺入邊。另外 ，UV 補土固化之後，普遍都係非常之硬、非常之難磨嘅。就算用300二號嘅砂紙，基本上都係要磨到天光。120號係好少少嘅，但係都係磨到手軟先磨到嗰少少。磨咗10幾分鐘，終於大致上磨返個弧形出嚟啦。最後再用3mm 嘅 Ultra Fine 修補一下啲花痕。過咗20幾分鐘，終於大致磨好咗呢個窿啦。但係仲未算完成，我要再補埋2個留低嘅平口位，再一次過磨返完晒成個肩胛。過咗大約1個鐘頭嘅時間，成個肩胛終於都磨完晒。今次呢個鐘頭係唔會白費嘅，因為呢個鐘頭教識咗我，以後要修補造型都係用返原子灰就算。仲有另一隻手上邊呢個原本放盾嘅關節，我都會用膠板封咗佢，剪出一塊1mm 嘅膠板，喺頂部呢個關節前邊用 marker mark 好個限位。再剪出接近長度嘅膠片，用之前做膊頭嘅方法貼實佢。等2-3分鐘之後，就可以用剪鉗剪走少少多餘部分，方便操作。之後就做埋另一邊，將兩邊夾埋。沿住啱啱畫上去嗰條限位剪走膠板，將夾角度多餘嘅膠片剪走。將突出嚟嘅部分再剪走佢。打磨齊口之後，再將個膊頭合返埋一次，再打磨一次。最後磨返個絲面俾佢就完成啦。跟住落嚟要做嘅就係呢隻 Revival 渣古2最令我拗頭嘅部分，就係佢手腕呢個位置。呢個位置唔知點解條夾口特別粗之餘，仲好容易喐兩喐就成隻手跌咗出嚟。反正搞咗咁多嘢，都唔介意黐死隻手腕同重新做過條先啦。隻手腕嘅做法非常簡單，用膠水貼死，點入流動性高嘅 UV 膠，等佢自己流滿條罅。
用棉花棒抹走多餘嘅部分，照 UV 燈磨走夾口嘅膠水，幫隻手腕黑返晒啲線。做完晒就可以噴灰 check 件啦。最後填返晒所有頭部嘅線，基本上就已經完成，可以成隻爆返開噴一次灰，假組一次，再睇睇有冇邊度要再處理一下。冇嘅話就可以趁聽日星期六好天嗱嗱臨拎出去噴油貼水貼，希望星期日唔會落雨，唔太濕，可以俾我噴到燒光啦。有時噴好晒之後，會發覺有啲做遮噴嘅地方遮得唔夠好，呢啲時候我都會拎返嗰隻色嘅油出嚟，用筆點返佢。雖然支油開稀咗，唔適合手油，但係拎嚟點油補色就已經好足夠。就好似咁，鬼鬼祟祟，神不知鬼不覺。執好晒之後，油返2個噴嘴，之後就整返滲線同貼水貼。今日之內應該可以完成到，等聽日下晝12點左右，濕度比較低嘅時候，就可以嗱臨幫佢燒個光，拍埋個轉，啱啱好，仲有7日俾我剪片、寫稿、錄音同做音樂。為咗迎合今次回歸簡約呢個 concept，今次嘅用色我專登揀咗4隻冇彩度嘅灰色，分別係20%、30%、40%同60% 嘅灰色。全隻機唯一一個有顏色嘅地方就係佢隻眼啦。隻眼我用咗一隻好搶眼嘅熒光紅色，等你睇佢嘅時候，不知不覺咁會不停望住佢隻眼，有個錯覺係佢時刻都望住你咁。今次嘅渣古簡單玩，終於都玩完啦！臨走前記得篤下下邊個手指公，未訂閱嘅就記得免費訂閱同 share 俾你想推佢入坑嘅豬朋狗友。咁我哋下次見，拜。Just wanna survive in battlefield. I wanna back to space, Colony Side 3. My home, I miss you. My family, my friend, my love, but look like I will die on Earth.
最後提提你，今條影片所有嘅歌都已經放晒上 YouTube 啦，歌曲嘅連結就放咗喺資訊欄嗰度。今次所有嘅歌我都覺得非常之好聽，加起嚟仲係一個故事嚟。有興趣嘅就俾下面篤入去聽下啦。聽嘅時候記得開大聲啲，嘈醒晒你身邊嘅人就啱啦。係咁多啦，下次見，拜。Like I will die.